中吉进，倒美人，看伊念伊捌几字。咱人净出世到过往，加减仔有机会去病院走一逝。我读小学进前，规年透天总吉进，袂输咧行灶骹。当我读国中，身体甲勇，就无啥机会搁去吉进斗无用啊。顶工和同窗的做伙去讲野球，换我上场的时，目打也好势，想讲若无防不让，上无嘛有安打。结果球无攻着，我颠倒去互球牵甲分去送吉进。规个吉进室袂输菜市啊，人是吵，有发烧的，有车祸烧弄的，嘛有冤家相拍送来食的。医护人员大家是无用气气，抽4公血，电工嘛翕好势。医生讲，等检查的报告出来，若无啥物问题，就会当转去休困。反正爱等，无就心美一下，目睭拄刻刻，就听到有人咧大细声。一个啉酒醉的查甫人眼讲，这时才换我看啦，等规半步是咧创啥？这个人声扫目，搁大脑后空，吉进室的厝挂是强要压起来。上好笑的是，伊搁呛声讲：“我捌陈议长，啊若郑议员含我是换贴的，护理师含伊讲道理，先讲嘛讲袂顺车，真正是歹年冬搞笑人。”急诊处理病人有分5级，第5级的有当时爱等1-2点真久，这是正事常的。有一个医生无细字闹一句：“嗨，番茶野去走，真嗨！”这个无卫生、佮无知识的酒空，听到随掠讲，撞对医生面头前，要刺要拍，佮雄雄教人的镜头啊！自我生目睭发目白，头一摆看到医生互人安尼糟蹋。好，做医生嘛真危险，拄到这款代有影衰。好在加在，我无要读医科，无若当着坏爸爸，就爱做肉店。检查报告出来了后，医生详细甲我说明，是讲这个医生毋是头拄车祸酒空的家着，
煮一汤破伤风，手指头啊，空喙鼓鼓咧，拢免休困，就亲像甘露共款，随从去服务病人。新闻不时咧报病院欠骹手，真侪医护人员宁可死头路，转去食家己，嘛无爱互人认知。我想，人甲人爱互相，咱爱尊重医护人员的专业。医护人员定着嘛会用疼心对待患者，无后摆若破病送急诊，急诊煞放空赢，无人甲咱斗相共，安尼敢通？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